各位觀眾，而家咧就唔係報道新聞，而家咧就係成長話香港。歡迎收睇呢一集咧叫報新聞嘅。嗱，坐喺我隔離嘅咧就係我嘅前輩啦，蕭若元先生。咁啊，叫你前輩係絕對應該㗎啦。但係你仲係咁親切，仲係咁年青，不如叫 Stephen 啦，你唔介意啊 ？Stephen 作為我前輩啊，今日坐咗喺一個90年代嘅新聞報警度，坐翻喺呢個位度，個滋味係點咧？就即係覺得相當唏噓啊！因為隔咗廿幾年，事實上已經咁就首先就係最大嘅唔同咧，就係我發現啲機會自動走位，唔使人推啦。即係以前係全部啲機係自動走位嘅，而家。咁第二咧就係我見到啲稿咧，即係嗰啲熒幕提示打出嚟咧，就冚唪唥係打字嘅。嗰陣時咧就手寫到鬼五馬六，又查又改咁樣，就非常之難睇。當年綽號蕭才子嘅蕭若元，唏噓嘅係時代唔同啦。比較起舊日，好多嘢經已科技化。咁今時今日嘅新聞報導員睇怕都輕鬆好多啦。蕭才子都未算係第一代嘅新聞報導員，咁邊個先至係第一代呢？嗱，聽住啦，大家都好熟悉嘅劉志榮嘅太太梁淑莊啦，莊姐呢就係第一代嘅其中一個。佢嗰陣時啱啱咧喺藝訓班畢業。其實初初都幾緊張嘅，咁因為咧你知道讀新聞啦又唔可以錯啦，咁又要準確性啦，同埋又要兼顧到你出鏡嘅時候嗰個儀態啦，咁就所以做起上嚟咧，我自己嚟講嗰陣時都壓力好大，同埋好緊張啊。莊姐話：師傅教落報新聞一定要經常望住個鏡頭，咁當年有冇而家嘅 Auto Cue？即係熒幕提示器，點先至可以做到唔會成日對住觀眾鞠躬呢？咁其實我哋揸住一沓稿嘅時候呢，我哋唔可以話每一句呢都係咁樣揸住嚟讀，而係我哋讀咗頭嗰幾個字呢，我哋就要立尾後嗰幾個字。咁即係起碼呢，將一整句讀完之後呢，我哋係望住個鏡頭嘅，就唔可以話呢成句咁樣耷低個頭喺度讀。譬如話頭嗰幾個字我哋讀咗，後邊立字咧，我哋就一定望鏡頭，跟住又睇第二句嘅頭幾個字咧，後邊又係立字。咁即係總括嚟講咧，我哋望鏡頭咧係要多過我哋睇稿。又拍戲又報新聞，有冇角色衝突呢？我諗係有少少嘅。嗱，因為你演戲嘅角色咧，好多時都係唔同嘅，或者係。唔一定話你每次都係演好端正啊，好正義啊，好好嘅角色。咁好多時或者你演一啲或者刁蠻嘅或者係潑辣嘅角色啊。咁當你喺再報導新聞嘅時候呢，觀眾好多時呢就會覺得個信服力唔係咁強。莊姐當年報新聞呢就只係兼職，正職呢係拍戲，拍完戲趕下一場就係報新聞。到咗70年代，新聞報導員呢就再唔由藝員兼職啦。其中一個途徑揾新聞報導員呢，就係喺記者裏邊揾適合嘅人選嚟到負責。跟住要介紹嘅就係做咗30幾年電視新聞嘅林尚明。林生呢就巴閉啦，佢喺當年嚟講啊，係極少數報英文台新聞嘅中國人之一。究竟60、70年代做電視新聞嘅滋味係點呢？困難係一定有嘅，因為嗰陣時咧，嗰啲人咧都唔係好接受話俾人訪問。你打電話約佢，佢都唔知你講緊乜，佢又一定催你，尤其政府部門，因為佢驚孭鑊啊嘛。咁就算你氹到佢啦，咁佢可能我話唔該你想問乜嘢，識晒啲問題，講晒俾佢聽。咁當然我哋做新聞就唔想咁做啦，係嘛？你話講晒俾你聽，咁只係話我哋盡量就話我哋講呢個題目。咁大致上喺呢個框框裏邊啦，咁盡量係咁樣應付佢咯。咁，但係過往咧就未有呢類嘅經驗，所以大家咧就係用一本即係本住幹勁嘅心態咧，就希望做好呢件事。咁啊，所以由呢個搬儀器嚟啊，將廠裏邊嘅攝影機啊搬嚟啊，同埋部署現場嘅信號播送咧，係都花咗成個幾鐘嘅時間。咁同一時間咧，寶生銀行嘅劫案咧，大家睇住咧係一路都進展緊，冇突破嘅發展咁就觀眾係好關心，所以就當時嘅決定咧要盡量隨時一有消息報導，咁變咗咧事情發展落去咧就係因為件劫案一路未停，就變咗每個半個鐘頭咧，我哋就有
一個新聞報導俾香港嘅觀眾睇到。寶生銀行挾持人質事件擾攘咗10幾個鐘頭，作為現場報導嘅記者，當時嘅感受又係點呢？當時第一樣要希望證實到嘅，究竟有幾多劫匪喺裏邊，有幾個人質喺裏邊，人質嘅安全嘅問題，同埋咧就希望採訪到警方打算做啲咩功夫咁樣。咁個事情一路發展落去咧，原來我哋又成功咁樣啦，透過電話同喺劫案現場嗰個劫匪通咗電話。咁就當時我哋嘅記者咧就知道佢嘅口氣咧表達出大概係一個人打劫，咁又知道裏邊有幾多個人質俾佢挾持緊，咁就有一個情況咧，當時我哋記者嘅角色好似變咗係因為同劫匪通話啦，就好似參與緊事情嘅發展咁樣。寶生銀行事件之後，電視新聞嘅拍攝器材呢，的確係改進咗好多。何居華認為裝備就係主要，只不過新聞嘅內容就更加重要啦。咪當時嗰個即係所謂電視新聞報導嘅設備，同今日比較咧就係即係相差好遠啦，因為科技嘅進步咁，但係做新聞始終講內容，最緊要都係講內容。嗰啲花枝包裝嘅嘢咧，都其實係次要嘅。有最大嘅新聞、重大新聞發生嘅時間，你能夠第一時間報導有內容、客觀地報導咧，我相信呢個係即係永久嘅準則。即係唔關嗰啲設備好唔好？設備只可以幫到你但唔係能夠將你嘅新聞做得更好。設備咧就真係唔同咗好多㗎啦。不過各位觀眾，一架載住100幾個搭客到瑞和苑嘅雙層巴士，今朝落斜坡嘅時候失事，有37個搭客受傷。以下係老務精嘅報導。依架咧就係肇事嘅84號線雙層巴士啊！咁喺今朝8點幾咧，佢係由瑞和苑落呢個火炭藥嗰陣時咧，就喺彎角係失去控制翻側㗎。咁有30幾個乘客係受傷，其中大部分嘅乘客傷勢都幾嚴重㗎。車禍發生嘅時候，由於啱啱係早上繁忙嘅時間，好多搭客坐車去沙田轉車翻工同翻學。巴士翻側之後，搭客東歪西倒，撞到頭破血流，不斷係發出痛苦呻吟嘅聲音。附近嘅地盤工人見到發生意外，紛紛幫手搶救。其中3個被困嘅傷者要由消防員救出。麗的電視記者老務精嘅報導。新聞已經睇過啦，跟住收睇其他節目啦。